那说，那同嘛，好的，大家都今天给听得到吗？时间难给好的，咖啡给点给点，准备的准备那么说他，他呢首先要先给问候透过去学着吧，网络网络说了的各呀，位殊胜的僧众甚至各个僧学的团，学习，还有所有的男女他这样，法友们，他今首天给先问候大家 j u s t d a y 唐木点啊，就是卡张成语难点给写那书，么今天主要讲的内再给容呢，去过去学习没得，首先我第一们节了呀，对于成语上一难点给堂课谈到的北传呃佛教对于这个根本部派的分裂方式做一个总结。不得别个。之后呢，我们会再讲到意识就是体藏传佛教里意识下面这些呢，的文在献，尤其是丹珠尔里面的呃呃对方面主要的我就内容，学的，然他这后里的呀，再讲述一空嘛呢，下根成语本部派难点给的不写书同给的说法，根本部派课的分裂课的呀，方式的不同说法。主动都是加倍呢，要不然就上不了。那么首先呢，北传佛教他们的说呀，法的成语难点给内容我想做一个总成语结，难点就是关于给写，根本部派卡拉分裂卡拉方式这些题给主动去加一。这部分。第一节了呀，那属于难点给写书，其实在外对吧？这里面也大写书，致包含了这个藏传佛教的说法写的。然后之后呢，会再讲一下这个南传佛教的呃关那他们于的了呀，根本部派的分裂的内容。嗯，那么首先是这里的话还是啊，嗯，他们的了呀，呢，成语难点写书主动的了呀呢，呃，主动的呢，对吧？其实一提的么啊噻，哦，这里点主动说我们绕上城市，这样的，加那给呢南边给开吧，旅程三角吧。但旅程下的，那么主要按照这个汉地清点的的这推个佛教学就当，者叫吕那澄，民国给对没下的要的，他是那清末空的提明供给初时候的加那人，南边给新竹把开不起，俺讲理解给啊，他是近代巴黎给的，这个汉地的给的是佛教学者，清点建给而是且通晓梵文、巴利这当当然文，先还加那个有藏了呗，文等等。应顺下的呀，加那个了呗。就南还边有这新竹个中国佛给呀，教的那加这位那个应顺了顺便给法师，别的了，这里去给空，他顺那便下掉了，他的很多研究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空那么做给，呢，他的准备所以一些这里按在下的，照了熊起来给呗，可乐这汤，些学者们那黑的一些吉祥吧，研究，他们主要依据老边的是世有现当给尊者老嘛。的《异部宗轮论》，黑吉给在下吧，当然先给，当然别个能力也得为去，还有依据的当是玄奘里边大师的弟子在下边给窥基把给了大师就那么他为了这些个部论提出来所造的这个把这谁注记，给啥的，但得也了他就是《异这个部宗轮论述记》。就熊猫还有呢，的共他们大概也崛起，看过译他做成藏文，的别的嘛，熊起就是来个之后的藏文文献里做的嘛，面的轻便阿舍里做的所造的共崛起呢，异部那分得把开派为给解说等等旅程给了呀，这些文那献，就这当抽对是哪的，学者们抽对是就将哪些得了呀，这些文献里面的内容得把开始所给图的谈到的部派么啊噻，分裂的过南边程呢，给他主他们做了一是啥不个重新的是说哪的。整理，然后加以综合，切咋的？所以建构出了台一套湾开始名为图的这个部派分裂啊，五阶段的这个别个呀，架构。主动学会搞的呀。台湾开始图的加那个，那边开不提出的送别个，台湾开始图的么啥的，我这学呢，我们这上不得这样送。
所以我想今天主要就是先开始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北川佛教这个的所谈到的部派分裂的5个阶段的这个架构。那首先第一个这五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最初发生了对于戒律上的争论而分裂的这个时期。那时间跟地点是在佛陀涅槃后大概100年，在这个毗舍离举行第二次结集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么最初发生对于戒律的争论它的原因还有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존재로 가르치고 말했어 라비나 또 라바 송주 참혹하시야 양대바 모두 제제 아니 那么在这第一个时대바 期 모두 봐主要是对于几项很维系的这个持戒方式僧众们看法不合。最主要就是有10件事情，就是十事，它是否如法的这个争论，就引发了当时僧团内部里面的这个第一次的纷争。那么这可以说就是当时大众部跟上座部这2部最初的一个雏形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当时其实并没有大众部、上座部这样子的名称，但是可以说这2部的雏形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关于佛法上的理争，或者说叫见证所以这个阶段主要就是发生了在教理上的争论或者见解上的争论而分裂的这个时期。所以第一个阶段你会看到是因为戒律上的争论而有所纷争。这个第二个阶段，它主要就在于这个法义上了，或者是法理上、见解上的争论而分裂的时期。它的时间跟地点呢，是佛涅槃大概涅槃之后100年到150年之间。那地点是在华氏城，也就是现在的巴纳，这是比哈尔省的这个一个城市主要的城市叫巴纳，发生在这里。那这第二个阶段它发生的原因，还有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时主要原因之所以会有起纷争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宗义上、见解上有所不合。也就是对于什么有争议呢？就是像是质疑阿罗汉的主要的大天比丘提到的五事或者说大天五事的这样一个理争。所以受到了这个影响，上座部跟大众部就再度的形成对立，然后分裂开来。대양 다다 슌루 제라 꿰베 콜로텔리아 갸나 깨len다 유르미라 지게다 유르미라 지 퍼지 숨기 소리 차리 여러봐 디나는 유르닝쉐디之前我们谈到这个译部宗论论有3种不同的译本。最早的一部呢是晋朝时候所翻译的。那里面就谈到说，当时有3位比丘说了这样的五事。之后呢，真谛一世他又翻译了另外一部这个译部宗论论，这里面谈到的是有4部，然后讲说了关于这个五事的内容。因此呢，造成了很大的分裂，很大的这个争论。所以你会看到，在汉译3种不同的译本，就是最初的那个译本，还有再来之后出现的那个译本，里面呢
对于这个部分 고아티 也是有 세계 一些 어디도 라침보스야 개롱 라침보스야 된저기 민 어다 有些 수르자마 不同。 디 나로래야 虽然 디레 说 말레스 你可以看到里面都有谈到 데네인데 武士哦，但是 다 都完 텔라 全没有谈到大 아주 天这 가르쳐봐지 两个字。 도그레슬라비나 급 디듀 다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 프랑스 什么呢？就 중국 是 대리스 중배 급이야 라침부 급 디듀 중매봐 야나 就是当 니즈 时他们译 현다지 者在翻译 가리마 的时候， 케베슬라비나 애니 用的那 시수 个 탐제 母本 대내기 应该 대바지 是没有 수익이 出现这么一 애니 位大天比丘的， 따왕아 고르기리 或者 상월로 说是后 다시 来， 데미지기 也可以 제발해 推论说应该是 애니 后来 시수 说一切有 애니 部哦，他就将这 탐제 个武 대내기다 士， 계제 然 싸버리기 后去说 수익이 成 애니 是大天 제기레스 比丘所造成所说的，可以说是这个之后说一切有部他们 다다 나란테 新 되게 나로래야 造作 다란다 出来 되게 的一种 자와 说 주주 法。 나로래야 가르수가 그랬잖아 싱암 따왕아 당부시 那么 예비 在我们藏文里面的 당부시스야드레스 达拉那塔 딱 的 정말 佛教源流里面 시위제래야 呢， 아니 개롱 有提到 상도다 说这个五世或者五种见解 라신비시에 是 샤드 大天比 따왕아 丘 부대베 所说的， 용라신 然后又 미스마르 提到说 타타신 在大天比 어디 丘 아니 개롱 啊、 상도스야드레스 往生之后圆寂之后，又有另外一位 딱 강한다래야 啊、 어 叫比丘 최기 贤 제바 者比 통마르 丘啊， 준비해 他又再 기대리스 次的 디 去弘扬这样的内容。 이번에 대차대요 그래서 所以总之呢， 다데네 这个就是第二个 수바디 阶段，就是在 짜웨데 综艺 버티기 见解 되리스 上的不合。 다 수바디 짜웨데 버 응어스 케베 那么第 되리스 三个 다디 是 뒤즈기 根本部 사례가 派 왕도 分裂的 시작이야 一个时期了， 최근 也就 양에게 是真正部派 주 分裂的 대한 这个时 뼈마게 候， 벨리데는 时间 론자기 跟地点 주주기 呢 아니 是法 뒤즈기 王阿育 버르기 王那个 준비하고 时 응어스 候， 차대요 他 그래서 是在佛涅槃 인류 160 중세대 到170年之后。 대래 가서 那地点发生是在华氏城， 매도기에 총계사 되는 충분했어 매도기에 총계사다 당기도 지버래 아 다 빠들리 보드라 사 충분했어 다 유인 강한실 때에 충분해 야나 중제를 가르치면 어슬라비나 에 되니까 디두산에 긴류기 대가 나로라야 那么当时发 양결 生的原因 라침부 还有 싱아이 造成的结 고려야 果是什么呢？ 인류시에 버체체 就是当时僧众对于 텔라 这个武 대세네 士 아니 的 파르베 争论呢， 인수직 참더 매봐 又 된대기 再度 인수 进行 중세네 这个 아니 讨论， 대화 还 소스티야 有 그랬어 辩论， 다 最后呢 텔링이 实 대화 在完 케바 全没有办 자외 法 대화 调和了， 디오르 미지 所以 시도 就 그랬어 部派 딩나르 就 중부대 分裂 너 了。 아니 긴둥 대 나로래야 고라 那么这一次的分裂哦，就被认定为 대박이 真正的 대바 根本部派 대박이 分裂。 대바 다나 신지 在之前的几个阶段呢，只是说不同的僧团，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见解上，然后的看法，所以是有所纷争而已，并没有真正的这样子分裂成为上座部跟大众部。 최근 양의 값이야 되네 매도기에 총계도 준비했기 니수 텔레 댄세네 所以是到了在法王阿育王这个时候，然后当时在华氏城，然后才真正的造成了根本部派的分裂哦。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那日后呢，又有一切支末分裂的开端，也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接着就是第四个阶段了。 다 드네 디젤야 튜림 응아바디 차디 오르바 튜림 응아바디 에네 튜림 응아바디 거디 중벌에 쉬비나 다 페임비 데발리 연락이 데바 케비 튜림 사디 다디 거디 중벌에 사나 다디 那这第四个阶段呢，是支末分裂其中的一个，叫大众部分裂的这个阶段。所以前面三个阶段啊，主要就是根本分裂。那后面两个呢，就是支末分裂了。支末分裂里面，首先呢是大众部开始分裂的。 세상 당보도 내대비 대발래야
연락이 대바 기술이 시고요. 다들 중요한 투주디 대바 양안에 되는 로니지 하자면 제리아 총대비 차리가 어렸어. 응? 대 유진 강실 되는 중벌에 다른那这중재가 是在佛陀涅槃바이당 200余年之后哦，它的原因是 다 什么呢？还 당기시에 有结果是 자외 什 대바 么呢？ 기에네 내대미 대바 사야지 다 패심 대바 사야지 니 총. 다 디나로 내가 담보 패심비 대바래야 능그 못준비 所以当时的两个部派当中呢， 담보를 총세 될 때는 능그 对，首先是 초월입니다. 大众部呢，内部呢是最 대야 先 소외 分裂 이제 的。 이제 슐루 체라가 콜로다 체비나 아니 패심비 대바 능그 다 쪼도 되다. 那么 연락이 依据 규제 释有阿 대시에 舍离所造的这个《异部宗轮论》里 연락에 面提 법의 到哦， 현상을 규시하게 那这是 슐루 主 체라가 要依 콜로다 据的是汉译 체비나 的 패심비 汉译 대바 本里面的说法，就 시험 是玄奘大师所 능그 翻译的。 총세 다외 저 미드니 총세네 탄이 지도 里面就提到 대바 说， 체계네 因 대바 为大众 요래야 部内部持 자가 续 그 发 대바 生这 소도 个 대비 对于 대비 法义上的争 대바 论， 망고 총세 就有依 다 说部、 패심비 대바 说出 대바 世 첨부 部、 고쇼래 능그 基印 능그 部 망고 토래 等等啊，依 아니 次分出来。 대바 첨부 고치 총이 그래서 디 那最终呢， 상마로 大众部就다 形成了有 패심비 9 대바 大的部 고소 派。 통요래 다 되네 디젤이야 아니 내림비 那 대발이야 这些部派都是属于大众部的， 야 대바 所以这是第능그야 4个阶段。 然后 미주니 再来 세 是第 될 5个 때는 阶段 대바 哦， 대바 제비 뒤수 也是 되는 至末分裂。那这 다디 是上座 개비 部开 뒤수지 始分裂了。 되는 대바 양에는 되는 론 이견의 순계 버루래야 총대비 니수 차리가 그랬어 那时间呢 유진 是 导 강실에 师 되는 佛 중벌에 陀涅槃 중재가 了중벌에서 라빈나 200年到300年之间。 다 패심비 대바 原因是什么呢？ 전부만 못 토르 还有 사람 结果是 제일이야 什么？ 아니 내림비 대바 능구라 연락을 대바 계약이 고급 수인 그랬어 那就是上 대야 座部内部 법의 这时 현상 候也开 강의 始 법 규시하고 进入了 슐루체라 支末 콜로다 分裂了，所以 체비나 我们看到是大众部 내림바래야 先开始分裂 능그 的， 떠좀 준비 然后接着这里是上座部， 중재체네 아니 所以 탐지 연애 依 대야 据也是《异 강의 部 준비 宗轮》대야 里面提到哦， 上 사회 座部 대야 也同 추수비 样 대야 是因为内 소비 대야 部僧众们见解不 다라심비 合， 도두비 就 대야 分出来了 상사인데 说一切有部、雪 대바 山 망고치 部、独子 총세네 部、化地 다 部，还 내림비 有法藏 대바래야 部、引光部， 편부 还有 대바 精亮 뒤질 部等 수가 等， 그래서 능글이야 就陆 대바 续的 뒤질 分支 미자 出 뒤질 来。 중벌에서 되게 最 상마로 后呢，上 내림비 座部 대바 呢就形 수루야 成了有11部。 어다 딜리 체제네 간다 다다 야나 那 개바 这些都是属于上座部。 뒤수기다 개바 민고 뒤급을 총대비 所以 야나 上面 개바 呢就 뒤수기 是这个 다다 汉传 대바 佛教， 기수 尤其 서베 现代 대바 的， 기수 야나 대바 기수기 比较是清末民初或 정보대로 民国的时候的这些学者们，还有像法师们， 他们所 송다 归纳出来的5个这样 대는 的阶段哦， 유진응할 就 체제네 是部派分裂的 5个 딩듀기 阶段。 개발수에게 딩상기 개발수에게 될래야 어느 따당 간지 열었어 와 那么现代的学者哦，再靠近我们更现代的一些学者，对于当时民国的这些学者们，对于5阶段说法，民国初年这些学者的5阶段说法，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다 될래야 지 공도 수입에게 뒤림 ngay 세단 저와 야나 개발디스기 민고 그 좋은데베기 야나 개발디스기 所以上面谈到了这个5阶段说法，我们刚刚简单的介绍了，也就是清末民初当时的这些佛教著名学者们，他们认为部派佛教根本分裂的5个阶段。那么现代学者会认为说，这5阶段的说法哦，主要是依循了说一切有部的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立场的这个说法而安立的，所以主要依据的像释有论释啊，释有阿舍离所写的《异部宗轮论》，这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而建立出来的这样5种阶段。 那么，然后现代的学者在更进一步的去比对各个部派很多律典的研究，还有很多对于这些历史的文献的这些考察哦，他们也对这样的5阶段的说法哦，开始做了一些修正。那么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修正呢？
다 당부대 가르스나有 대바 几点啊，这里给各位看 현존대 一下。 다 딘두기 케바 디주기 那么首先第一个， 심중망부 체체로바 他们认为说根本 심중망부 部派分裂的主因 체체 哦， 체비나 조디 가르서 뉴즈 조디 가르스나 在现代的这些学者 누워 研究之 야게 下 강마 啊，他们觉得 때에 说 자외 대바 主要的原因 대바 哦， 是 마도베게 因为 집대 잡아 戒律 놓고 的 자외 扩 대바 充 케바 而 말아예스 造成的分裂了，并不是因为教理上的争论而造成分裂。 수균 다 남긴 수균 기타 야나리네 아래다 별이네 아래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哦，就是根本部派分裂的主因，无论是汉传、藏传佛教传统的说法哦，会认为说根本部派分裂的主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大天比丘他质疑了阿罗汉的5个事情哦，然后有这样子的教理上的一个争论，然后直接导致了这个根本部派的分裂。 但是现代的学者他们有新的一个想法，他们的看法是，当他们去比对这个各个部派的，像是各种的文献，像是尤其呢是依据别解脱经，所以各个部派的这个别解脱经哦，他们去研究之后发现，大众部的学处，尤其是恶作的这个部分哦，是这个是最古老，而且内容最简略的。因此呢，他们推论说，可能呢是因为上座部他们想要增广这个戒律的学处，也这么做了，他们增广了这个戒律的学处。但是呢，大众部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去传承先前的形态，也就是佛陀当时是怎么做的，大众部他就是照着这样去做，但上座部却增广了各种戒律的学处，所以因此而造成了分裂。那至于说所谓大天五世哦，并不是造成根本分裂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天五世哦，那是后来大众部的一个支分，叫做智多山部。当这个智多山部兴起的时候，然后才出现的这种教理的一种讨论。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对于大天武士的教理上的讨论。所以后来呢，是谁说的呢？是说一切有部所说的。他们，譬如说，他们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有记载的这些内容，就提到这个大天他造了无间罪等等等等。总之呢，这些都在大毗婆沙论当中有记载哦，说一切有部的这部论点。所以说一切有部，他们为了要指控这个大众部，所以呢，他们才将它解释说，哦，这个大天武士是根本部派分裂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是为了指控大众部，所以才这样子去说的。但事实上啊，当时根本分裂的那个时代，并没有这个武士，并没有针对这武士的争论的。他们认为说，这些学者认为说是在之后才出现的教理的讨论。那接着，现代学者还有第二个部分，他们提出来哦，就是说应该要修正的。他们觉得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这个大天比丘的历史。其实去年之前课程哦，我们讲了蛮多了，但这里还是做一个复习哦。就说大天比丘的历史哦，其实是其他部派攻击的一种污名化哦，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所以这是其他部派想要攻击作为一个攻击而使用，而将它污名化了，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所以传统我们会看到这些说一切有部的文献里面提到大天比丘他造作了忤逆罪，但由于呢他非常的聪慧，非常的聪明，然后他宣说了五事五种见解，也就是说五事里面最主要也提到说，就是阿罗汉还不究竟，还是有过错的。所以总之呢，他因为太聪明了，就说了这五事，然后就破坏了这个僧团的和合。那么这是传统的一个说法，但是现代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觉得这应该要修正。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会对大天比丘做出这样的毁谤？其实这只是说一切有部的宗派偏执而造成的一种情况。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应顺法师曾经说，历史上名为大天的这个大德可能有两位，一位呢是阿育王那个时代的大众部的一位学者，另一位呢是后来的就是智多山部的这个创立者。同样呢，我们在大众部的很多典籍里面，还有一些巴利文的文献里面也提到，其实大天那里面都记载说，大天是一位备受尊崇的这样一位长老。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应该要修正的地方，就是大天比丘并不是像传统所说那样的一位，造了无间罪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是一些部派说一切有部的宗派偏执的，而对他做的一个毁谤。再来第三点，现代学者觉得应该要修正的地方是关于法王阿育王的影响它其实是要维护和合的，而不是这个主导分裂的。那么传统的说法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因为法王阿育王，然后他当时在这个华氏城，他支持了当时的这个结集，那当时很多僧众就在华氏城结集嘛。那因为阿育王支持了当时结集，而导致了这个根本部派的分裂但现代的这个学者认为说，他们觉得说大众部还有上座部这个分裂的开端，其实早在法王阿育王即位之前，也就是西元前4世纪末就已经展开了。所以不是阿育王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而且我们从阿育王的石柱的这些敕文中也很明确的可以，里面写的很清楚。现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到这些文字上写的是，他非常重视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同时呢，他会惩治这个破僧者。所以他们认为说，要修正的是法王阿育王的影响是维护僧团的和合，不是主导分裂的。再来呢，关于演变的一个机制这个部分，他们也觉得有些要修正。他们觉得根本分裂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地方的不同而渐进的这个分化，而不是说某一场大会，然后比如说某一次大的集会，以大的结集，然后就破裂，会议破裂之后就决裂，不是这样的。所以传统上来讲啊，他们会觉得说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地点，然后当时僧众就集会了，然后僧众集会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个见解上的不合，然后部派就分裂。但是呢，现代学者觉得说，呃，他们觉得是因为佛法红传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佛陀教法开始慢慢传遍了全印度嘛。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僧团因为相隔是很遥远的，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僧团各自在圣典诵读的方式上，那最主要当时是必须要记忆下来、背诵下来，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诵读来记忆这些佛法的。但因为地方的不同、诵读方式的不同，还有方言，还有很多地方的文化习惯啊都不同，所以呢，自然就发生了这个变化，就造成了分裂，所以是慢慢发生的。他等呢杀手，杀手的人，杀手上，他这样对不再一个呢，起，他们觉得在他的文献的立场上啊，也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他的개발민도应得想想，看他前呢，他的考虑给写上去了吧？他的对就是不起，他们觉得说，拿到别个，单一部派的一个视角不是真正历史的全貌。藏文有一点错误，改一下。他全身阿巴的看的是狼校是吧？狼校，狼校的看的是哪呢？嗯，狼校的开吧，是我们的吧？他的雄鹿写的各位考虑许下前线为那这个民族是看的是的，对不起，他们觉得对不说呢，起的是，传统啊，上来说，民族他们是说我传统国民都了。大这样水军给俺就给这写当的前辈呢，对吧？那么传统叫给会觉得开民族说，给的，对吧？给水给了，对吧？异部给民宗轮论族了，对吧？叫是最给给主要的。现用就是啥呢？因为只要做谈到这个根本部现用派在线，分裂主要依赖的就是这一部由室友阿舍离所写的《异部宗轮论》，所以依照的也都是这个里面所说的年代，还有这个部派分裂的这个过程啊等等，整个框架就是依据的呢都是这个《异部宗轮论》。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代学者认为说，민주비 균세인데다 대래 가서 민주비 균세인데 대 랑초 대 나도 하나 대 소기 지나 말아 네서 다들네 딩듀 심주버디 저기 심주现代学산에者认为 심주说，시라고 콜로 这个《一대部宗论论》탐제 연예계 是这个 촉신서부 带有很 연예계 强烈的유시시 说一切有部偏执的这样的一部文献。대다 안에 로규 난den게 所以将这部文대바 献跟像南传的一些 대대기 文献，像 고시에 导 유산 史，딩두서 然 조 后这个 딩대 大 교류다 史 도를 첨부해야 되죠 봐. 等等这些文献去대소다 比对的时候，会 되네 发现 중국제라 콜로니 里 도리 面的 유산에 内容호주버루리아 개발 첨부 쉽지 용한데요. 差异是很大的。 대라 대신에 아니 所以 이제지 由此可知，이불라 대네 只是单凭 아니 급디디
一个文献，一部文献哦， 계획 넘버 是不可 가리기 能 뭐 很完整 순 的 토구민 도스 呈现出 예 너나 整个这 이제는 个部派 지금 分 때에서 裂 대바지 的 가리기 全貌的。 차상하지 시 토구민 도스 제장 이제 따뜻다 이제 이제 내가 그 슌루체라 그 콜로서 메인바 제 이제 신달 대지 상황으로야 십두르 체체 아니 다 십두르 체베 토안에다 급티 뒤산에 대바 계획이 대바 컨디션 계획이 되는 거 따지 제거야 지금 다 심주 제거야 차리기도 어서 그래서 다 되게 다다 가르쳐 되네 那么以上呢，这个就是在대바 기술이 过 다 되게 죽동 소리지 可以说整个对于北传佛教关于根本佛教分裂的这个方式的内容。那接着我想谈一下根本部派的分裂方式是南传佛教的说法。首先，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在当我们研究这个印度佛教史，还有这个部派佛教分裂的方式的时候，南传佛教里面的，或者说应该说或者说是巴利语传承的文献。关于根本部派分裂的说法是最完整而且影响最大的。我觉得这是各位首先要知道的。那么南传佛教谈到这部分的时候，内容主要依据的是什么文献呢？是锡兰的这个导史，还有就是大史。还有呢是觉音尊者他所写的善见律毗婆沙，还有他所写的另外一部叫做论释注。所以从这些文献里面你会看到，都是南传最主要主张根本部派分裂的原因所依据的这个典籍。他们认为说，导致根本部派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佛陀涅槃在满100年的那个时候，在毗舍离呢发生了10非法事的这个争论，或者说10事非法的这个争论。然后同时当时也举行了大结集，那因为这样子而造成根本分裂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南传的文献进行更深入的一个分析，然后将各个文献去做比对，会发现一点就是说南传佛教当中对于根本部派分裂还有支末分裂这个过程，不是很单纯，就是说因为实施非法，然后的争论举行大结集，然后就导致分裂。他们不认为说，就是说从文献当中你会发现，不是这样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分裂的，而是更为复杂的，还有更多原因的这样子的一种而造成的分裂。就从南传的各个文献你去比对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那么这里比如说南传律藏的记载，还有之后的史书的说法是互不相同的。
说越南的在点么技术线别高了呀，一些堂学的不得巴黎点的什么嘛。就是南传佛教讲述根本第一节了呀，分裂的您这把方式的时候，技术点它的什么最早的文献是巴利那第一三藏，节了呀，给了然后路运，这个之后就是它的注释，技术差的。然后再之后呢是各个但是呢，王朝之间到了的历巴黎史书籍、点的什么史书。哪路快点吧点堂，那第一个这把的给了路运那么呀，快点吧，第不路了呀，路运个那东西总之呢，是哪在这些个东西？文献当中，我觉得最早的文献巴利路运藏还个东西各注释，清楚，还有跟之怕要后的王点，朝要史书点起来，你之间就还是还糊涂有一了。段很大的历史路运那空白。点吧，那么给那对着民这边那路，这把技术过了，所以这段空路运白就首先也说让马明到，扎了差的南传佛点，教徒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就这把是对于部多点派分裂方式的历史，它有不同的讲述方太法。阳当部巴黎给对外那路了呀，对我亲戚碰不中意吧？啊，那么也个都在律藏里面第一个有这么一那路了，还是个记载，重要的是哪边呢？就是律藏小第品那路了第呀，那点12长吧，监督700节那气点长吧，这样的里面有个记载。亚夏是呀的，亚夏是呀的给光杨八节的配就是啥呢？那当时呢就杨八很记载这节的给段历史，西部里面提到说，杨八的当时有一位苏呢，长老叫耶舍，生于他因为反对毗舍离的老子这个听这个拔旗子，西区这个也吧，然后比谁先丘们啊，对，都要的通过民都光钱的，对了，他们会杨八节行这种咋不讲祈求、杨八的经对吧是营等等这样打天路，的10种事情。说还是干了别钱，哎，后来他讲的所以呢，不是，这个耶舍长老他就集对的，合东有西方些他看着700位的阿罗那汉，他们的呀，下总照吧，之都是支照的持他要反让这对么团结，那个毗杨八节舍离，的呀，呃，那么多那些拔旗子的比丘，早年各都你不所以他写，们就在毗舍离这个地各都方举你不写行了第2次写呢，的结哎，集，西周部的龙王然嘛，后判定对，说，留的通譬如说过民都，祈求路过民都经营啊，写写怕见了。就乞讨的时候可以乞讨经营啊，等把第一等这样的个就是10种事情啊，是不对于如法的，所以说是巴时事黎留非法的。亲戚恐怖主义团结各队拿落来的但是呢，基本钱送了。所以你会看到巴利律藏就是小品当你那中的这一样的巴段，黎留亲就有戚给熊熊给讲到这样。拿落来呀，他的但是呢，西周的这罗马里呢，怕见不来啥，这个怎么样吧？你就这个早晚正文哦，对，就讲到这里就没了，就结弄束了。第一节了呀，团结各队成为节对了呀，那于之后印度的700节气之节后有僧团贴吧的分裂，啥路吧，马或者说那些还有大众啊，部的成立等等这样的情来这况哦，边贴吧啥，全部的啥，哎，是连我一句话真都没有给他记载的。快了嘛。但点俺这边呢，平均给同样，在写的藏译的根本弄说一清楚个哪切有部个差的多了，的律杂事哦，平均给写这个的对里面也是的我一样的。亲戚个拿落来呀，它里面龙王嘛也同样呢，得西也只周章，俺呢，说到了反正是然后时讲吧，事非法，这10种非法的团结事情，各都写不来还啥的，有也提到了后来700节气。对，俺那咋个点吧但是呢，写不来啥，给并没有但提到有根本来送了，部派分裂的这个啊，点的基情形，本都差的意思。并没有的，这是一样的。大刚大的样，就南传跟藏传的律典里面，你看它记载的都一样。他的巴黎给留亲戚给拿落来呀。所以由这样的团结情形可以各都写不来知道啥的嘛，他说，别个龙王们也比西去了点，团结各都写不来啥的嘛到，那早一点吧写不来啥，给是的买不印度，巴所以因黎为这样子，给他的你可以知道留说，留在给巴利律藏西在南端的是特别高了它的呀，这个各地区内容啊，南点大家或者说吧的偏它基本的心的点这个内容的各都形成的时你不的候，白的同步可艺术，能他当时都上座部跟也没有，大众部这两个可以说然后呢，僧团两个组织还没有彻底决裂成为留两个不不能部分，并没有。留处理钱给的这个。或但印者也可度呢，能是当印度的时在结集，烟抽那个这巴黎律藏在跟咱们结集，点吧贴吧律藏那些贴吧，你就结也不就集的僧众们，给留给点了可能也烟刻意中国隐亲戚，藏了这个我这僧团么想的分裂的情况，这个看说是差的事情，差的要把那因的，为毕竟这也但印度是一个的烟不好的抽但事嘛，点吧所以可能结集律藏的搞不了啥，给的当时的烟的僧众们刻意隐边藏了上嘛，已经分裂成为两个部其他的头些分的这样的一些个事情，越细吧所以里的些，面就没有说，留多没处有提到。理些的说。卡拉的斯拉比那，中山区的配件单位给，还有像大印度配众部的件的留摩诃僧啥处理？祇律哦。马哈桑吉个维纳亚啥？马哈桑吉个维纳亚，那印度配件单位留啊，提拿落来呀？在大众部的这一部律他的典里面，生育两把呃，米容为处的说他嘛，虽然说了你那样，这个马拉就受取就就经营是龙王不们比戏如法的，剧写别个了，生育两把米容啊，记住吧？他门一把他忙不着了吧？因为说应该说是时他门事嘛，一别的米容为戏，先就是不如法的，过啥的，还有其他的你呢9个嘛。先过去送要吧？但是呢，生育摩诃两把米容啊，僧祇律给过里面呢，嘛到这个，他只其他米容啊谈到了这送要吧？个受取配件经营单位给不如法，拿了。那其他的9项非法的事都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时事这样的你那样，词汇。
但是那里面有提到七百节级的举行，所以这个呢跟巴利律藏的记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说，有第二次结集哦，这个是整体佛教都共同承认的，有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因为上座部有这么记载，还有它的这个大众部也有记载。但是这也可能显示出就是根本部派分裂这样一个事情，它可能并没有发生在这个700节集那个时候，而是并没有发生在那样个第二次节集举行的当时哦，并没有造成分裂，并没有那样的分裂的事实，可能是之后。因为如果说当时就700节集就第二次节集时候就发生了根本分裂的话，那么应该理论上来讲，在律藏里面，巴利律藏也好，很多这些律藏里面应该都要有记载的。接着呢，我们再看这个巴利文里面的这个史书。就是有一部叫《导史》，还有《善见律毗婆沙》。那这里面可以说是关于根本部派分裂方式最为明确的一个解说，就是出自于这个《导史》。所以在律典里面，前面我们谈到律典里面并没有巴利律的律藏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根本分裂，但是呢，这个出自于在西元2到4世纪所写的这个导史里面就很清楚的有记载到根本部派分裂的情况。还有在之后，在5世纪所写的这个大史，还有善见律毗婆沙这样等等的著作文献里面整个论述就是根本部派分裂的论述就变得更加清楚了。所以在这些比较后期的文献里面提到说，因为第二次节集的举行产生了2个结果，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700位阿罗汉当时在这位阿育王就叫黑阿育王的支持之下呢，他们完成了这个正统的节集。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第二次节集就是当时在这个黑阿育王支持下完成了这个节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产生结果是什么？是当时有争论落败的这些比丘们，因为当时对于时事有觉得是如法跟不如法的两派，所以当时争论落败的。那当时就是那些觉得时事不是非法的，是如法的，但他们输了嘛，所以他们就变成叫做违律的、违背戒律的比丘。但这些比丘也是很多的，大概是有1万人，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就是觉得说时事呢是如法的，但他们争论输了嘛，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处，大概有1万多人。他们当时就又再举行一次结集，因为他们认为说，之前的那个结集对于那样的他们是不支持的、不认同的，所以他们就带有这种抗议性质的再一次的结集这种被称为叫大结集。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结集他们就成立了叫做大众部。
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刚刚谈到巴利律藏，然后再来还有之后的像各种史书啊、导史啊、大史等等里面说法就有些不同了。这些差异显示出一点什么？就是说，南传佛教关于根本不派分裂这个方式的完整的论述哦，是后世的这些大四派的史家们，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将古老注释书里面的内容的说法，还有跟民间有口传下来的一些内容，他们汇整在一起，然后重新编撰的一个历史。然后能够证明他们自宗是正统，这样编撰出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我想今天可能就讲到这里，是还有一些内容哦，但是因为太多这个资讯知识，可能有时候我们能会过载，这个不行。好，那就讲到这里，今天。